我叫 Andy， 做夜間的士司機做咗差唔多5年。5年以嚟，我見過最多嘅嘢唔係客，而係夜晚嘅香港。3點嘅旺角，仲有人喺街邊食緊魚蛋粉。4點嘅尖沙咀，海旁一個人都冇，得幾隻夜貓行來行去。5點嘅銅鑼灣，天開始光，清潔阿姐推着車出嚟掃地。我以為自己見慣見熟，咩夜晚怪事都唔會嚇親我。直到嗰一晚，嗰晚係星期六，通常星期六深夜都比較多客。蘭桂坊啲人飲完酒出嚟，過海返屋企。機場有夜機到，遊客拖住篋去酒店。但嗰晚唔知點解，凌晨2點幾，我仲喺條街度兜咗半個鐘，一個客都冇。我揸住架車經過佐敦道，諗住去機場碰下運氣。就喺經過一個細細嘅巴士站嘅時候，我見到有個人企喺度截車，係一個女人。佢着住一條白色連身裙，腳上面係一對白色皮鞋，成個人企得好直，好似等緊人咁。佢啲頭髮好長，黑色，垂到落腰，但係因為佢低住頭，我睇唔清佢塊面。我慢慢將架車停低，停喺佢身邊。佢好慢咁抬起頭，望住我。我見到佢塊面嘅時候，個心離咗一離，唔係因為佢樣衰，而係因為佢太靚，靚到好唔真實，好似廣告入面嗰啲模特兒一樣，皮膚白到反光，五官精緻到好似畫出嚟咁。但係佢對眼嘅表情好冷，冷到好似塊冰。望住我嘅時候，我覺得成個車廂嘅溫度好似低咗幾度。佢慢慢行過嚟，打開後座嘅車門，坐咗上嚟。我從倒後鏡望咗佢一眼，佢坐喺後座嘅正中間，雙手放喺大髀上面，腰背挺得好直，眼望前方。佢身上有一陣好淡好淡嘅味道，唔係香水，而係一種好古怪嘅味，好似潮濕嘅舊衫，又好似醫院入面嗰種味。我問佢：小姐，去邊？佢開口說話，佢把聲好細，好柔，但係每一個字都好清晰咁傳入我耳仔。大埔三門仔村。我點點頭，打死火燈，將架車駛出馬路。由佐敦去大埔，平時半個鐘多啲就到，但嗰晚條路好似特別長。我一路揸，一路忍唔住從倒後鏡偷望佢。佢一直保持住同一個姿勢，腰背挺直，眼望前方，成個人喐都唔喐一下。我揸咗5年的士，見過無數客人，有啲玩手機，有啲瞓覺，有啲望出窗口發呆，但係從來冇見過一個客人可以咁樣完全唔喐，好似一個公仔咁。我試下同佢傾偈：小姐，咁夜返去嘅？佢冇答我。我以為佢聽唔到，又問多一次：你住三門仔㗎？嗰邊好靜喎。佢終於喐咗，佢慢慢將頭轉向我嘅方向，從倒後鏡望住我嘅眼睛。佢對眼仲係咁冷，冷到令我全身打咗個冷震。佢開口：我返屋企，就係咁簡單嘅3個字。但唔知點解，聽完之後，我全身起晒雞皮。我唔敢再問落去，只係專心揸車。車駛入獅子山隧道，隧道入面嘅燈光一盞盞咁掠過，喺車廂入面留低一閃一閃嘅光影。我從倒後鏡望咗一眼，個女人仲係保持住同一個姿勢，望住前方。就喺呢個時候，我發現咗一件好詭異嘅事。隧道入面嘅燈光每隔1秒就會有一盞掠過車身，照亮車廂內部。但係每次啲光照落去嗰個女人身上嘅時候，佢係冇影子嘅。我以為自己睇錯，特登留意多幾次。冇錯，真係冇影子。燈光由左邊照過嚟，我自己嘅影子喺司機位側邊拉得長長，但係後座嗰個位置乜嘢都冇。我個心開始發寒。我同自己講，可能係角度問題，可能係我太攰睇錯。我唔敢再望到後鏡，只係專心揸車，希望快啲到目的地。好唔容易駛出隧道，上咗吐露港公路。夜晚嘅吐露港一片漆黑，得對面線偶爾有車駛過。我望咗一眼側鏡，成條路得我一架車。就喺呢個時候，後座傳來一陣聲音：司機，你揸咗幾年車？係佢主動同我講嘢。我答5年啦。佢沉默咗幾秒，然後又問：咁你有冇試過喺夜晚接到一啲
特別嘅客人。我聽到呢句話，手揸住嘅軚盤差啲一滑。佢問呢句嘢係咩意思？佢知道啲咩？我故作冷靜咁答，冇喎，個個客都差唔多。佢再次沉默，我忍唔住從倒後鏡偷望咗佢一眼。今次佢望住我，但係佢嘅表情變咗，佢嘴角微微向上翹，露出一個好輕好輕嘅笑容。嗰個笑容一啲都唔親切，而係令我全身毛管直豎。佢開口，其實你知道嘅，係咪？我成個人僵咗，知道咩？我應該知道咩？我想開口問佢，但發現自己個口好乾，出唔到聲。我只係望住前面條路，雙手緊握軚盤，手心全係汗。就喺呢個時候，我架車經過一個路牌，路牌上面寫住大埔墟2 km。我心諗，快到啦，好快可以擺脫呢個女人。但係當我再望一眼倒後鏡嘅時候，我差啲叫出嚟。後座空空蕩蕩，一個人都冇。我猛然一驚，成個人彈起，差啲揸架車衝出馬路。我急忙扭軚，將架車停喺路邊。我回過頭望住後座，真係冇人。我呆咗好幾秒，腦海一片空白。啱啱仲同我講緊嘢嘅人，點解會突然消失？就喺呢個時候，我聽到一陣聲音，係笑聲，好輕好細，但好清晰，嚟自我嘅耳邊。司機，謝謝你送我返屋企，係佢把聲。我全身血液好似凝固咁，慢慢轉過頭。我隔籬嘅乘客位，佢坐喺度，佢望住我，嘴角仲係帶住嗰個輕輕嘅笑容。但係今次我睇到佢嘅樣貌清楚好多，佢塊面白到發青，皮膚好似有一層薄薄嘅灰。佢對眼雖然望住我，但係冇焦點，好似望穿咗我，望緊我身後嘅某個地方。我想叫，但叫唔出。我想開門走，但雙手雙腳完全唔聽使喚。佢慢慢伸出手，一隻蒼白嘅手放喺我揸住軚盤嘅手背上面，凍。我從來未試過感受過咁凍嘅嘢，嗰種凍唔係皮膚表面嘅凍，而係好像直接滲入骨頭入面，凍到我成個人打冷震。佢望住我，輕輕咁講，唔使驚，我只係想同你講一句嘢。我望住佢，等佢講。佢笑咗一笑，跟住講，你而家坐嘅呢個位，2年前嘅今日都係我坐嘅。我聽完之後，成個腦袋轟嘅一聲，2年前佢坐我呢個位。我突然記起一件事，2年前我啱啱入行冇幾耐，聽過一線新聞，話說有個夜間的士司機喺吐露港公路撞車死咗，好像係接咗個客去大埔，回程嘅時候可能太攰，揸下車睡着咗，成架車撞向路邊嘅防撞欄。嗰個司機叫乜名話？我想起嚟啦，佢叫阿輝，我叫 Andy。但係2年前我仲未開始揸的士，我望住隔籬嗰個女人，佢仲係望住我，笑住。佢問，你諗起未？我冇答佢，因為我唔知道應該答咩。佢嘆咗口氣，放開咗揸住我嘅手。佢望出車窗外，望住前面一片漆黑嘅吐露港，輕輕咁講，我等咗2年，終於等到有人坐我呢個位。我聽到呢句話，全身毛管又再豎起。佢轉過頭望住我，眼神變得好溫柔。我只係想同你講，辛苦晒你啦，接住我份工，以後夜晚揸車小心啲。講完呢句話，佢嘅身影開始變得模糊，好像一幅正在褪色嘅照片，慢慢咁透明，慢慢咁消失。最後，成個乘客位空空蕩蕩，只剩低一陣淡淡嘅潮濕味道。我坐喺司機位，成個人呆咗好耐。原來我一直以為自己做咗5年夜更的士，但係原來其中有2年，我一直都坐緊另一個人嘅位。我望咗一眼車頭擺放嘅司機證，證件上面嘅相片係我自己，但係個名唔係 Andy， 個名係阿輝。我呆住咗，原來我一直以為自己叫 Andy， 但係原來我嘅記憶從一開始就係錯嘅。2年前嗰單意外，死嘅唔係阿輝，死嘅係我，而我一直唔知道。之後嘅事，我記得唔係好清楚。我好像揸住架車，繼續行完嗰段路，去到三門仔村。
但係村入面黑猛猛，一間屋都冇開燈。我喺村口停咗好耐，最後掉頭走咗。返到市區嘅時候，天已經光。我揸架車返車房交車，然後返屋企瞓覺。瞓醒之後，我諗住打卡返工，但係發現公司個系統入面冇我嘅記錄。我打電話俾老細，佢話阿 Andy， 你打錯電話啊，我哋公司冇個叫 Andy 嘅司機喎。我呆咗，我再問，咁阿輝呢？老細沉默咗幾秒，跟住話阿輝2年前走咗啦，你識佢㗎？我收咗線，企喺街頭望住來來往往嘅車，我突然唔知道自己係邊個。從嗰日開始，我仲係每晚揸的士，只係我再都冇喺夜晚接過穿白色裙嘅女人。但有時候凌晨3、4點，當我揸車經過一啲偏僻嘅路段，我會忍唔住望一眼隔籬嘅乘客位。有時候我會見到一個模糊嘅影子坐喺度望住我微笑。我唔知道佢係邊個，但係我知道夜晚嘅路，我哋一直都係同行。